今日分享舊長型公屋2到3人單位設計，整體風格做原木風，入門口做一個鞋櫃，上面做洞板，全屋間咗一間房，用木板做間隔，房間門做趟門省空間，房間內做4車地台床連衣櫃，仲有書桌，儲物空間充足。下面一起睇下客廳設計。客廳做咗一種滿牆櫃，整體空間都比較充裕，可以放到雙人梳化、餐桌椅，2人住簡單舒適。電視櫃做到頂，旁邊做儲物櫃，搭配燈帶同玻璃櫃。下面睇下廚房，廚房做 U 型櫥櫃，亮光奶白色門板提升空間亮度，仲有洗衣機同雪櫃位置。廚房門就做玻璃趟門，不遮擋客廳光線。最後睇一下廁所啦，廁所門做 PD 門，再做一個鏡櫃就 OK 啦。空間細，未做大改動。你個單位你會點樣設計呢？如果需要間2房都冇問題，可以 PM 我發設計效果圖俾你。